2023年的6月，新竹关西凤山区爆发着史上上严重的水污染的事件。这污染物竟然有含致癌物苯乙烯。为了要保护当地居民的健康，自来水厂是紧急停止送水3天。污染事件已经爆发3个月啊，现场的河床烟花也是闻得到震动的钢片的味。 甚至到现场清废土的工作人员，嘛出现着头戆、想要吐的症状。环保局调查结果是烟花的艾斯巴达工厂漏出有毒的废气溶液造成的。环保局讲已经加强监测水质，而且扩大稽查。但是采访团队发现讲，伫个凤山区禁止设工厂的范围内，竟然也有其他2间废气溶液的处理厂。 是不是会将做后一届污染的微博段呢？来看咱的追踪报道。风一来，这个味道又起来了。对，凌晨12点多，臭气哦，这样就睡不着了。整条河的鱼呀都死了。一条河川它底泥污染了，要赶快做调查。台湾史上第一次因为污染事件，然后停水。苯乙烯可疑的致癌物质。 绝对不是说这么简便的这样的一个怪手去挖。你如果喝的是有问题的水，那更糟糕。华视新闻杂志采访团队对着当地环保志工前往凤山区污染的源头，如挖进溪水，空气中残片气味就愈来愈明显。很重哎。对，就是3个月哦。第一天的时候在这里是无法站立的，真的。你如果越往那边，味道越重。 讲袂出来的奇怪气味真歹闻。虽然离污染发生高达特别3个月，臭味甲污染物悠然伫溪水内。你看那浮出来那个黄褐色的，那个就是油污。当初我讲的大鱼大臭，小鱼小臭，好天气也臭，所以这整条溪的人，这附近人饱受这个味道的困扰。 6月10日，住伫关西镇凤山区沿海居民发现原本侪清的溪水，竟然有一大片柑仔色的漂浮物，也有大量的油液浮伫水面。另外一边，阁有看到大量冰冻的鱼仔，空气中竟有一个歹闻的塑胶臭味。凌晨的了，但是12点多开始那个臭气哈，我们这里睡哈，那臭气哦，这样就睡不着了。后来第2天早上一大早起来，跑去河边，整条河边的鱼呀都死了。溪水变色，鱼仔全部死了，到底发生什么？当地居民甲环保志工用空拍机对着铺伫水面上大片油液找源头，果然就伫明显柑仔色漂流物的边仔找到污染的迹象。那油泡泡。 哦，超臭！这个味道就很重了。这只要一靠近，或者是下大雨，这些油污全部都翻出来。对啊。窗青蛙庄啊，拿镰刀啊，就从那个博坎那边啊，从那边砍，找。污染点就在那边，有那个废轮胎那边。对，那个有褐色的墙面就是在那边，原本颜色更深，是咖啡色的。 找到污染源，互居民着惊死，受到污染的溪水边仔就是自来水厂的储水口，甚至代志爆发迄天，储水口的水源也有一大片油液铺伫顶悬。因为当初这个取水口就在这边啊，因为这污染点，你不要看这现在这样，这个泥土一搅动，味道颜色就跟那一样，黄又很臭。 2023年6月12号，新竹县关西镇的凤山溪爆发史上最严重的水污染事件，而这个污染的源头就是位在山坡上的木材工厂排出的废气溶液直接流进溪水里，而这个污染地点呢，距离自来水的取水口只有20公尺，也因此在事件发生当时，自来水厂是紧急停止民生用水长达3天。我们可以讲是全国 最大的一个水污染事件，你看我们的自来水厂也停了，然后影响6500多户的饮用水，然后再来沿线我们会影响
新埔跟竹北。45公里长的凤山溪，经过关西镇、新埔镇、乌口乡，也有台北市，流域面积有220平方公里，灌溉面积超过300公顷，是关西居民主要用水来源，更加是灌溉产草的重要资源。6月12一直到现在，大家对这个饮用水还是不敢喝，包括每一次下雨。这个翻搅出来的臭味都可以延伸3天，整个影响是全镇人的生活。它水流过的地方，在田里拔完草，或者割完菜，我们去洗这个水菌的水，它就非常明显，就有一层这一个甲烷的味道。我自己一直到7月份，我洗那个水都还有味道，所以大家都一直在问，到底那个水能不能灌溉？所以一直到现在。很多人很在意的自来水都还不敢用。污染的状况到底多严重？根据环保署采集的监测数据显示，若伫水底验出苯乙烯、土巴内底苯乙烯，也有总石油、碳氢化合物，更加是严重超过标准几啊倍。石油、碳氢化合物达到67500。这个每公斤这么多毫克，这是很高的浓度了。这个化学吸氧量这么高，就表示呢，这个它确实受到有机物的这个污染。苯乙烯啦、四氯乙烷，它都是很难溶于水的。它一个就是挥发出来，一个它就是跟固体物去结合沉淀变成了底泥，或者流到土壤上面就跟土壤。结合造成土壤的污染。安尼污染除了影响土壤，咱人若是去吸到，卖有不良影响。可疑的这个致癌物质对胃肾脏等等都有影响你只要吸到闻到，你人一定会觉得昏眩不舒服、呕吐等等。6月12号当天的污染，这个味道比这严重多头晕站不住，会想吐啊。面对凤山溪发生到重大污染的危机，新竹县政府环保局后续处理程序也有方式，嘛互当地环保志工也有环境修护协会完全未当接受。县府处理的速度太慢了。太慢了，然后失去了很多的所谓的黄金期，包含清除现在底泥的部分，因为底泥必须在溪水比较少的时候进行处理会比较好，可是拖下去，现在进入台风季很麻烦，等于是卡在那个地方，然后影响的河川的水质的时间就会拉长。底泥你知道吗？你经过搅动就会浮出来，为什么要等那个水位比较小的时候再清？不然这一搅动。你没有把它清除掉，就是往下游，就扩大污染而已官府环保局讲，污染当家要马上进行紧急应变措施，使用沙有色阻挡用水断开，嘛使用大型机具清运切包边坡土，同时也针对污染水也有边坡土来采样。6月10日，佮清出切包污染土。7月24日，地质发现5月才进行底土的清除工作，加上边坡土清出2包受污染的废土。9月初5，连续4天的清除，清出12栋的废土。只是到底是清除被污染的边坡土，也是连彻底土也被清除？居民上想要知影的是，凤山溪污染物敢真正有红变清气？当然非常担心只要一下雨，味道就出来，雨大一点，味道会更重。然后你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一闷热，它里面泥土底泥发酵冒泡，那个味道油脂也是出来所以这个没有清完这个永远是一个很大的隐忧居民的烦恼不是无原因。台大环境工程罗尚廉教授看到监测数据嘛真着惊，更加讲凤山溪除了水污染严重，河床的土嘛被污染。出体底线的，就是已经超过土壤污染管制标准，有任何一项都不行了。这个物质这么高，本来就不应该在你的饮用水水源里面出现。这个地方土壤也受污染了，所以赶快要划定成土壤污染的整治区域来做整治。你这个没有整治完那下雨等等，它又慢慢的会释出到河川，所造成的污染就更持久。
饮用水受到污染，非常小可。高雄嘛提出建议，避免污染继续扩大。一条河川它底泥污染了，要赶快做调查。它底泥从上游到下游，它底泥的厚度是怎么样子？挖除或者抽污泥的方式，因为你这个怪手一定要一定的厚度，它才能挖得起来，绝对不是说这么简便的这样的一个怪手去挖。9月初5，采访小组实际来到凤山溪河床，看到怪手将地面废土的太空包吊起来，沿路插地，就连作业的工作人员拢无任何防护措施。头晕晕的，会想吐，对啊，蛮臭的味道，就是很像塑胶烧的味道，烧轮胎那种的味道，对啊。那就觉得头都晕晕的，对。没有戴口罩真的是很难受，对，因为刺鼻，对，味道蛮刺鼻的。苯乙烯的话，一点点就会臭了。关护环保局人员甲科长就伫边仔监看。开始的时候都已经有紧急处理掉，只是对于比较消波块下面这个东西呢，我们就是今天看看这2天能不能把它清除掉，这样子。那个清完这个污染的这个事件就结束了吗？应该是这个区块的污染状况的话，我们最后会采样，那结果如果 OK 的话就结束了。关护环保局的程度标准伫倒位？若是无表清气，这化学污染物会继续往水尾传去，最后流入大海。它不会往下渗，因为这个河川也不是很深。那我们评估，我们是可以用怪手以物理的方式将它移除掉，来做离场处理。好，那国外它有些可能它可能不允许这样子，它要做现地处理。那如果是现地或现场处理的话，那个确实它的一个整治时间会花很久的时间。那我们用物理的方式处理的话，等于是说我们把这些污染物先移除到另外一个地方再处理。那我现场我就可以保持这个环境的复原。在这个匹兹堡那个附近，他们河川受到这个污染的整治的时候，他就强调这个工程费工耗时这个设施设备在这里要运作多久，要确保它抽出来的是完完全全没有污染的。就是说上周5我们全部清完了，其实现场几乎没有味道，那所以我们才能跟民众说，我们清完了，至少符合国家的标准。那也有可能会侦测到微量啦，那我不敢保证说 ND 啦。污染的底泥真的是很麻烦，这个绝对不是1、2次用怪手就可以挖干净。就这一类的土壤污染，通常可能需要花到5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才清得干净。被污染的土要净零，而且预期甲环保局做法有明显落差。另外，伫凤山溪的2边产园灌溉水的污染，嘛是检验重点。这个就是我们蓝河堰，然后一般我们采水都会在我们入水口前面导水路去采，这是最为有参考依据，而且这次刚好是污染案卷我们最上游的第一个点。管理处的部分就立刻启动一个应变机制，通知我们沿线所有的入水口的涨水人员，把水门关闭，避免这个污染的水质进入到我们的灌溉渠道。农业处它也有针对稻作来取样，去检测是不是有被污染。那因为第一时间已经关闭水门了，所以其实应该不会有。那我们检测结果也不会有。这边跳出的爱斯巴达工厂是电子木材工厂，所抗废气化学有机溶液，造成凤山溪严重污染。最后，互环保局决定要1,000万块铁路违建，嘛爱停业。依照那个水污法以及废清法，我们总共对他处分了裁罚了960万。它现场还存放了18桶的一个废液，如果放在室外，有可能会有爆炸的一个危险性。我们基于这个民众健康的一个疑虑，把它载到合格的处理公司处理。环保署规范伫饮用水的保护区内，水头1公里甲水尾400公尺，禁止设工厂。严格咱沿水头对查发现凤山溪沿岸数2间废气溶液的处理工厂，都参像是后一遍污染的微爆炸弹，威胁当地环境。饮用水取水口的上游2
公里，确实有一家叫俊源的一个甲级处理厂，那这个居民是非常的担忧。这个就是备课桶，这个里面就是存放他们说的废弃容。是，去询问他们自己厂内说是1000多桶。那你想1000多桶，不要太多，只要3桶破掉，就很可怕了。所以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污染啊。即摆这间废弃用液的工厂由原继续营业，还有另外一间同款嘛是处理废弃用液的工厂，等咧摇摇蛇，将要申请营业的执照。既然它是甲级废弃物，虽然它设立的是办公室，可是它可不可以储存仓储？如果你是办公室，我只要1层就够了。可是它是地下2层，地上3层，这么大的厂区，你觉得它只做办公室吗？那如果它以后合理，就是我用仓储的方式，我只堆放，然后它又像艾斯巴达的说法说它的桶破掉流出去，那相对的它一样在凤山溪旁边，我们是不是又要再一次的承受这个污染？因为以前的溪水清澈，那个鱼虾一看起来就满满的，现在你看这个溪水，动不动就有泡泡，好像在浮游物，而不是有一点点油脂。这一次凤山溪的污染，自来水全面受害，让居民觉醒的一个议题。未来10年，它会不会变得比较好？当然，我们希望它变得比较好。凤山溪13年来受到47遍污染，溪水由越窜流。严格的水声，在居民的心目中所被注视大出的疑念。污染的灾难敢会当到这结束？抢救的行动也完成一场也未完成的战役。居民甲环保团体也来拍拼对抗，希望会当将家乡的好山好水救活掉。